们也继续根据巴祖仁波切的大弟子堪布贡巴的所写的这个巴祖仁波切的传记，还有尤西堪仁波切隆东那个堪仁波切江阳多杰的传记，我们就继续分享巴祖仁波切的传奇故事。然后在传记里面说巴祖仁波切除了多钦哲一西多杰还有如来呀尊者之外呢，有几个上师其中一个就是叫做精灵公司江措他也是来自于扎曲卡，也是精灵灵巴大师的四大弟子之一，叫精灵公司，现在叫古龙精灵公司他也是巴祖仁波切的另一个上师。还有就是亚西江本塔伊在做亲寺的这个大堪布，他现在是扎曲卡的那个格蒙寺的，当时他就是来自于这个格蒙寺，主要的弘法利生的地方是做亲寺，尤其是做亲西日上海就是做亲的佛学院，而且后来荣顺班智达的这个全集，因为那个时候在各个地方就是收集就即将要失传的这个少见的很多的珍贵的这些荣顺班智达的这个教言，其实当时呢就是亚西江本塔伊完成收集的，最后呢由这个梅蓬全职梅蓬仁波切作为这个总编辑的一个身份有整理而且并且在做新寺后来呢就是有了这个印刷的这样印刷的版本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上师，尤其是在做新寺的以做新寺为主的这个宁玛的这个近期吧，就是20世纪初期的戒律的传承也就是主要是来自于这个亚西江本塔伊他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上师，他也是巴祖仁波切的上师。另外一个就是谢钦温珠，他是一个班智达特都南教，他的全名叫特都南教，但是他就是一个班智达，而且他是巴祖仁波切、江湾钦哲王波、江根康楚仁波切这3位著名大师的上师，他是现在的这个谢钦寺，也就是藏传佛教宁玛的6大寺院之一谢钦寺的当时的一个大师，也就是巴祖仁波切的上师他。所以从他们那边呢，如菩萨行论还有呢就是大幻化王还有这个灭蓬那个冈钦龙钦巴的这个信心修习论等等很多的这个教法都是从他们那边也学过，还有其他的比如说一些造词印度梵文体系的很多的这个学科都是从他那边学的。还有这个甘珠尔的口传，巴祖仁波切获得这个甘珠尔的口传也是这个谢钦寺的那个温珠班智达他就是温珠班智达。所以那个时候巴祖仁波切的这个智慧呢比较杰出就是他一听一遍，这个任何的这个再难的都是巴祖仁波切只要是听过一遍学过一次全部都学会了就是这样的。那除了这个呢，就是巴祖仁波切是一个立灭大家听过吗就是不分教派的一个主张，但是他呢自己的一个拥有的一个传承呢，他是非常非常，他这个不分教派的概念并不是说宁玛的一些东西放在格鲁派里，格鲁派的一些传承的做法放在宁玛里，这是说混合在一起，不是这种概念这个不是这种概念。那是什么呢？他自己个人呢接触不同传承，学习不同传承，而且你就是要学习的时候或者修行的时候呢，按各自传承的这种做法传承，就是也非常就是要怎么说严格的这个遵守这个各个传承的一些不同特色的情况下，然后就寻找一个非常共同的一个究竟的一个共同点这就是巴祖仁波切的立灭的精神。所以巴祖仁波切讲大圆满的时候呢，就非常严格的，就是完全是按照龙钦巴大师的这个说法这个就是肯定是这个毫无疑问的。但是巴祖仁波切呢，在这个日常学习的时候，
因为有一些佛学院，有一些学佛的人呢，有一个怎么说，有一个问题呢，只看自己的这个体系的一些熟悉的、经常听过的这些，就像一些格鲁派，可能只看宗喀巴大师的这个书。宁玛巴里面也有可能是他只看龙仙巴大师的著作的，虽然是你就是专注这些自己传承这个注释的这个教法呢，非常好的一个事情，但是同时呢，我们也要看别的这个一些传承和大师的一些看法，因为这样的话呢，就是有一种不同的一个新的一个认知啊，这样就才能就是觉得你自己的因为比如说龙仙巴大师的教法本身是。因为他呢，就是这个看过所有的这个教法，然后再总结出来的一个精华，所以这个里面实际上包含了其他教法的一个核心思想。可是呢，他是用龙仙巴大师自己一个人的意气、自己的那种写法来，然后就是最后就是用白话来讲的话，就是他是一个人的著作，就是一个有个人风格的一个著作嘛。这是一个任何著作都是一样的，所以你光看这个其实是不够的，所以就是要看更多其他的，然后吸收其他的一个任何的这个教研，最后就是要又有自己的一个立场和自己的一个原则啊，这是比较重点。所以巴祖仁波切有一个著名的教言说：“我这个能为你些撒本节，我俺拉心中的总干巴，用作单凭我到龙清香，更重将为将比让我那是因子。”那这个意思是说呢，就是一个是这个精通物论物名的这个萨迦班智达，还有坚密闪烁之源的这个宗喀巴，还有一切正法之主的这个龙钦巴。他说，所以他说这三位是在学于藏地的三个文殊菩萨，意思就是说这三个就是文殊菩萨的化身了。就是或者文殊菩萨的这个活菩萨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肉身菩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意思就是说，他呢就是也看萨迦班智达，也看宗喀巴大师，更看这个龙钦巴大师。所以呢，他自己一生主要的学习呢，就是这三位这个大师的一个精神。除此之外呢，经常呢也巴祖仁波切这个文色的对象呢，就是非常非常广泛的。我觉得这也是后人应该要学习的一个对。当然呢，有些呢就是这个学佛比较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念自己的一些上师传给他的这种仪轨，然后念我们的本名阿弥陀佛，这是另外一个修行方式。如果真的是你是比较这个喜欢这个文色的，专门就是主要是这个从文色方面就是比较花时间去学习的人来讲的话呢，你的文字的范围不能局限于某一个传承和某一个上师的这一个教研，这就像巴祖仁波切一样，应该要学习各种不同教法的，所以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我个人的理解呢，比如说也是这样的，以前我们的这个上师们也就是这样的，像法王如意宝，这个在无名佛学院拉荣，他们那边也虽然是宁玛的传承，但是有时候会讲宗喀巴大师的光论啊，也这些个别的堪布们也会讲盖居派和萨迦派的很多的这个中观这个英明等等的很多的著作，并且经常会看包括我自己也是学习的过程当中完全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呢，就是也是巴祖仁波切历代祖师的这个立密的精神巴祖仁波切这方面就是非常特别的，非常特别的。所以巴祖仁波切呢，就是主要是这个萨迦班智达、宗喀巴、龙钦巴这三尊这个文殊的这个化身的意义然后就是主要是巴祖仁波切所学习的这个内容。我们上次讲过的一个就是多见这西多记的部分这个就是我们就是不讲了。但是呢，多见这西多记和他之间的这个互动的一个故事呢，我已经讲过了。但是另外一个比较细节来讲的话呢，多见这西多记其他地方传法的时候呢，现在我们比较知道的这个巴祖仁波切的四圣法的传承呢，主要是多见这西多记的，因为多见这西多记本身自己是一个伏藏大师。后来有他自己的一个伏藏，这个伏藏里面就是有很多非常齐全的这个一个四圣法的这个法身那个法门，再加上呢龙钦宁定就是精密灵巴大师的这个伏藏的这个大圆门，有一个起码缅甸的扎龙的修法这个很著名的。这个扎龙的这个传承是比较没有非常非常广传吧，当时呢。
但是呢，巴祖荣波切就持有这个传承，所以而且主要是他呢那个时候有一位另外一个同学一起的，那就是也从这个多杰吉、西多吉啊很多大的那边学了这个扎龙之后，巴祖仁波切念了这个扎龙七满弥的这个修法啊，就是这样的。巴祖仁波切本身从小的时候呢，被认证为一个专属于他的一个拉章。拉章就是我最近看到宗森清这仁波切他自己的这个自传里面也要谈到他小时候的这个拉章就是一种官家，然后就是专门就是也有权利的，也要要安排上下的这个上司的事业，还有这个财务啊等等的这些，就像一个办公室啊，类似这样的。那巴祖仁波切本身有前世因为是一个主顾嘛，他的这个拥有，后来呢他就是所有的这个巴祖仁波切的这个属于他的这个都已经关闭了啊，就是这个再也没有了啊，就是没有了。所以他说我现在呢就是开始要一个人到处去啊，就是不会住在这个寺院里啊，不会住在某一个地方，而且继续就是经营这些拉章的这个事业啊，这是就是巴祖仁波切的做法啊。这个上次我刚刚讲过啊，巴祖仁波切他有一个著名的教言啊，他说Kidna merga duna ga， 巴祖仁波切是这样的，比较有一个独特的风格。他说 Kidna merga duna ga， 什么意思呢？他觉得不需要幸福，宁可辛苦。为什么？他说因为你越幸福啊，这个物质上啊一般的这个幸福吧啊，幸福你的烦恼会越多。如果受痛苦难道是好吗？巴祖仁波切说可以，为什么呢？ Duna 我撒个灵人子，你遭受一些痛苦呢，就可以消除你的生世的业障。所以巴祖仁波切这个总比就是你今天觉得我觉得过得很幸福，这个还好。这个呢就是没有，这是本身这对巴祖仁波切而言是非常一种虚伪的一个虚假的一个生活，再加上呢就是他觉得这是一个烦恼涌现的一种来源。他说东格的拉米图戒因，他说东格的拉米图戒因是就是痛苦是上师的加持啊。我们一般人可能是想不到，痛苦的时候，他觉得为什么我的上师没有给我加持？我为什么痛苦啊？我经常听到的大家的问题其实是这样的。巴祖仁波切反而觉得呢，我受痛苦是上师的加持。还有他说多那么个曼那个，巴祖仁波切我不期待他人的赞扬，反而呢就是批评，我要的是批评。为什么？他说因为得到赞扬的时候比较容易失去这个自己的这个政治正念嘛啊，所以就可能会容易产生傲慢心。所以多拿阿耶尔抗生气，阿耶尔就是傲慢自大。如果批评呢，就是说你就是显现自己的缺点啊。这里说让君太来就是看到原来是我自己确实有这个地方。当然这个也有智慧的人就是这样，如果没有智慧的人呢，可能会如果别人批评呢，你觉得我就是很糟糕，然后就是非常低落啊，非常就是这样，然后又走不出来，就更加痛苦。所以就有时候有智慧的人呢，人和都是这样，所以觉得让就他说没看那一盘不赢，就是有一些呢，就是那种负面的这个新闻，类似这种的这个一些丑闻，然后不好的一些别人说这个难听一点点，他觉得没有问题，因为这样呢就可以，你就是内心彻底的可以能够容易远离这个时间八法和这个时间法啊。他说这样，他说我不要高贵的位置和身份，他说。我要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身份。他说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一高了，就是会有比较，那个比较当中会产生嫉妒和傲慢。他说差多如果是自己就是不追求这些民生利益的话呢，那就是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你不追求的话呢，就是修行自然会增长，功课也做得很好，可以很好。所以他说慢色光明，他说就是越低的位置是最高尚的这个人的追求的一个位置，也就是说看起来是最对的这个位置呢，也就是才是最高尚的人能坐得住的，是这样的一个位置啊。这是巴祖仁波切说的。还有他说如果越富有呢，也就是有很多烦恼。
等等，这是巴珠仁波切亲笔写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教言，而且这也是巴珠仁波切一生自己的一个怎么说做法风格啊。巴珠仁波切呢，按这个自己的所亲笔写的这个教言，一生做着来给后人，就是巴珠仁波切就是这样的一个我们看到的是这样。所以呢，巴珠仁波切说别人就是给他很多的礼物供养等等，他觉得这个不是什么应该开心的事情，所以他用藏文里面说金就是金那个错那个心呢，他说是如果给我太多的话呢，就是变成一个负担，加上呢就是一个像冤亲债主一样，就是会变成一个债主。其实现在也很多是这样，就像一个领导收很多礼物，然后就是不得不顺着这些经常给他很多东西的人做，然后就久而久之呢做出很多事情类似这样，一个普通人也是一样所以这个钱呢为什么是问题，也是有很大的他的道理。然后呢他说错呢，如果别人拿走了我的东西没有关系，这是一个我就已经偿还了这个生生世世的这个一个业力的一个欠债。而且他说我是可以知足常乐，巧息就是知足，知足是一切甚至一切修行人的共同的财产，这是巴珠仁波切说的。然后他说我不谈这个什么亲朋好友，为什么呢？他说他们是某种程度上是经常往往是这个阻碍我的解脱道路的一个组织。确实是因为就很多时候你今天要去闭关学习，我们经常也看过，然后就你的家里有事情怎么样，你就放不下，你就是要顾着他们的这种感情各方面，然后就是要去做很多事情，所以这种虚度了我们的人生。当然从巴珠仁波切这样的一个修行人来说呢，他觉得我不谈，而且反而呢他觉得我珍惜这个原底就是伤害他来的这样。他说因为呢有了他们才我安忍的修行，让我的安忍修行成长。而且他觉得这个原底和这个情缘平等的一种修持是最大的这个一味的修行，一味这个一二三四的味道的一味的这个修行的一个关键。他说求人赞定着过落大全定着过。他说真正你要做如法就是要这样做，你真正下定决心就是要这样做，你真正的想住在这个一个阿兰若学懂闭关，那就是要这样做。你真正的就是想这个愿力，然后就去到处然后修行的话，就是要这样做。他说这是帕吉拉米下云因不吉心意大所因，这是巴珠仁波切说的。他说这是我的上师的教言，也是我不仅就是我儿子一生我内心的一个真难应该可以说是真难。所以巴珠仁波切就是以这个教言来然后度过他的一生。所以巴珠仁波切就变成与众不同的一个修行人了。他的传记里面也有这些弟子们讲述巴珠仁波切的故事的时候，就是用这些巴珠仁波切的教言和巴珠仁波切的一生的这个真正的他的作风，然后就是核对的方式来，就是要讲出这个很有意思的就是这样的。而且巴珠仁波切虽然呢带过很多地方，但是尤其是一个地方他在左倾。我们左倾在前几集里面也一直提过左倾寺，因为左倾寺当时在这个康区，当时宁玛的最根本最主要的一个根据地就是根基地吧。所以呢就是左倾寺它还有左倾有一个叫做左倾刚出就是左倾的这个后山是一个雪山，就是最顶尖是一个雪山，然后再下来就是有这个森林，再下来就是有这个山坡左右的这一些那个有稍微的平地和草地的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而且它也是一个莲花城大师的一个比喻
比喻的中文的这意思就是隐喻吧，隐就是隐藏的隐，区域的隐，喻区域的喻，应该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呢，莲花生大师的一个秘密的一个净土其实是究竟上是这样的意思。所以那边也有，当然如果修行的人、修行的境界高的人来讲的话呢，那边就是一个空性用事的一个插图。所以那边有个叫做作清刚出，刚出就是这个作清的这个雪山，雪山的这个阿楞珠，这个雪山的一个闭关的山洞那那边有一个大威德的一个山洞，那个大威德山洞呢，有一位伏藏大师叫做乔杰林巴大师，也是巴珠仁波切、杨文清周王部、念光公主鲁珠太一他们的上师，他是非常著名的这个伏藏大师乔杰林巴。这个乔杰林巴的现在的这个一些很多也有乔杰林巴的这个传承在藏地、印度都有。就是乔杰林巴去伏藏的地方，也就是那个作清的这个雪山，藏文叫做刚出，刚就是雪山，出就是在这个缸里面的这种闭关的地方。这是这个缸里面也有雪洞，也有山洞，直到现在都有经常有闭关人去那边闭关的，所以那边是巴珠仁波切长期闭关过的地方。所以有时候这个第四世作清法王呢，就在下面的这个作清寺里面，然后巴珠仁波切呢住在这个山上的这个雪洞里面，还有这个迦西香喷太一在这个中间的佛学院里面传法，就是这三位大的同时一起，其实就在这个地方，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还有那个时候就是他们都是传授大圆满这个传授大圆满。所以这个作清的这个上访的这个山上的这个闭关地方，还有这个在森林里面的，在山坡的下面的，现在也是作清法王那个北马嘎上法王，他那边有一个叫做半密堂就是一个叫莲花御苑这样的一个地方每一年都有，应该是上万个人在那边，就是夏天都有这个传大圆满法最近也有传，所以就是非常殊胜的一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呢，那就是巴珠仁波切长期待过的地方所以很殊胜的。所以巴珠仁波切也是出家的地方嘛。还有一个叫做慈林部，就是吉祥山穴洞吉祥山洞，有这些地方。然后巴珠仁波切那个时候就是愿菩提心、行菩提心 ，OK。还有这个生于菩提心大圆满的这个尼鲁吉道吧，就是究竟的这个大圆满的一个境界呢，已经像虚空般的一种他的这个境界呢，和这个印度的80位大成就者无如别的一个境界，获得这样的一个境界在这里说的在这个巴珠仁波切的传记里面有这样讲。而且巴珠仁波切的最著名的就是普贤上师演讲，就是在那个地方完成的。还有一些巴珠仁波切的主要的著作都是在那个地方完成的。那我们就今天呢先讲到这里就下一个星期我们就继续讲。南无